喂喂，好，这样声音可以吗？喂喂，一二三，一二三，可以哦。啊？应该还好。我要注意一下那个牧师那个讲台，有时候我觉得在3楼都会听到那个回授的音，他有时候会嗡嗡叫。对。看你爱暗呢，有需要无？差不多啊吼，好好。是无需要，你无啊，准备看嘛。那无需要。嘿啦，暗铃在。这修掉。安尼会使袂？安尼好。安尼好啦，安尼好，安尼较紧，好，安尼就好。唔对啦，报了就较袂严重。对啦，来，试看嘛，试看嘛。平安，大家平安。较大声呀。安尼有听到无？安尼有听到无？有。无。1、2、3，先细声呀。安尼可以啦，应该可以啦。哎啦，有咧空包进来，会使，可以啦，可以。1、2、3，有啦。
知你有穿小啊无？咱要来锻炼今仔日的信息，请咱掀开201首，201救主疼痛的声。201遍来，救主疼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呼我泪牺牲落血，救我做你性命。主，我来救你，我来救过你，将你所来的宝血给我最好清气。这首诗歌咱真熟，后来咱搁来锻炼315首 A 调，315 A 调。阮群做工无嫌劳苦，咱来唱第3节。第3节便来，阮群做工尽心激动，那因的回应救罪人，上帝阮的是为团帮，随便尽能修出你。第4节来便来，阮群做工着真丰富，甘甜明别去汤养好，告诉过来汤过天过，今日天过也是快乐。请咱闭办心来做今仔的礼拜，也请咱会记得甲手机啊关静音。
万国啊，恁着阿罗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阿罗耶和华。圣诗第201首，救主疼痛的声。圣诗第201首，救主疼痛的声。会众请起立。咱犹原徛伫宣读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面，请掀开斗阵齐声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时界。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因我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印文第20篇，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刻恁来伊。启印文第20篇，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
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万百姓中的特族啊，恁着将权能甲荣光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就用圣洁的宗塔敬拜耶和华。伫列邦中着讲，世界坚固无摇动。愿天欢喜，地快乐。愿产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了，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祈祷。请三角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我以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庆祝的节期要到。我满心期待的救主耶稣基督要降临伫这个世上，伊要带来赦罪甲救赎。上帝要甲人立新的约，互这个世间改旧换新。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要来拯救人脱离罪恶。既然信伊咧，无得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我靠你会当赢过这个世界。无论阮伫什么款的处境，拢会当安然自在。因为耶和华的名至悬至大，是值得阿乐的。昨阮嘛怀抱真毋甘的心情来举行吴文忠长老的告别式。吴长老一生忠心军队主。是教会所有后辈的典范。伊替建成教会尽心尽力去做新的拜堂，亲像聪明的人甲厝体起伫石盘顶，大水泛滥的时拢无摇掣。遮尔好的根基就定根伫即个所在，诚做所有的会友甲大东区的祝福。我满心感谢吴长老过去所有的付出，伊嘛真关心教会会友。每一摆伫电梯拄着长老夫妇，总是关心会友甲厝内事事敢有好无。伊是一个外表严肃，但是真正对主有热情、有用心的长辈。阮少年伊，也仰望将来伫天堂各三见面的日子。愿主安慰伊族，愿圣神家己用未讲出的吐气来替因祈祷。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好了，咱请圣歌队，伊要吟的诗歌是进入圣诞的喜乐。
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4章90，甲彼得前书4章7到11，有写伫旧部的上后一面。我来读哥林多前书4章90。因为我咧想，上帝有安置阮遮的使徒伫尾流，亲像年死的犯人。因为阮正做一边戏，互世间、甲天使、甲人看。另一纸伫彼得前书4章7到11。若是万事的结局困难，所以着自在节制来祈祷。第一要紧，大家着切切三听，因为听是亚坎济济做的歌。大家三节态，莫得熬熬念。逐人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若有宣讲的，就亲像宣讲上帝的吊面；有三服侍的，就亲像用上帝所赏赐的力，互上帝对耶稣基督伫万事会得到荣光。伊有荣光，有宽容，到代代无衰。阿门。正道，咱请陈铁兰牧师，今仔日的题目是上帝好管家。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早起通来到咱的教会，甲咱大家来敬拜上帝。伫几个月前，咱的牧师林牧师敲电话提交讲，今仔日是袂当安排我来咱的教会，我讲会使。感觉一段时间真久无来咱的教会。而且伫咱这个庆祝圣诞进前，会当代表咱总会平基金会，今仔是咱总会所定退休传教士的这个奉献之日，所以真欢喜遮会当甲咱来敬拜上帝。后尾多谢咱兄弟过去对总会事工，特别对这退休的传教者的关怀、大做奉献，来自这个工作，而且对心底向大家来说多谢。对早起到现在，我真大感动，特别开始礼拜看见咱的执事伊的词汇遐尼好，看见咱的圣歌队的歌声遐尼水，看见咱的牧师伫遮的牧会遐尼成功，我心里真心感谢上帝。因为牧师较早伫前面教会，林牧师伊较晚毕业，伫4教会伫遐来实习。迄阵我已经退休了，教会迄阵因为聘务中间经济问题无大迄个事，所以小有个邀请我倒转去做暂时这个关的牧师。伊遐尼多咱的林牧师伫遐咧实习。将因遮尼久的时间，会能甲伊同工做学习，是我的福气。因为看去这对夫妇牧师伫遮牧会，佮看去咱的中寿会友伫遮来支持、来帮助。伫教会常常听去伫外面会常听教会情形，无论是好人歹，拢会传出去。不过到现在为止，我所得到对咱的教会的风评拢是正面，所以这点会当值得咱对上帝献上感谢，要多谢咱兄弟的同志对阮同工的听惜甲支持，望这传统继续来帮助咱的教会，只要日子得个兴旺，上帝国空阔伫这个所在。因为圣诞节，我相信这普世性。毋是咱台湾，也是讲美国欧美，全世界每一个所在对耶稣这个名拢无想问，拢真熟。不过是毋是每一个人伊拢是爱耶稣这个人，无拄拄。因爱耶稣是爱耶稣这个生日，这个生日来趁钱。
所以这个咱个要庆祝圣灵进程，受派来咱的教会，伫这个福音主义，我就想讲，希望用这个主义，跟咱大家想这个题目，要照这个所读经文，互咱较清楚，要讲出一个上帝好的同工，要讲上帝好的关系，咱要怎样去做？咱是按利用公司。将这耶稣的事来庆祝，敢像外口人咧庆祝咧妈祖先共款，咱毋是安尼。咱是要接到这个节期，搁一来传扬上帝个福音，挂一个人，特别遐也嘛做的人来认识上帝，来享受上帝个福气，来享受基督的救恩，这个较要紧。上早起咱伫遮，特别庆祝圣灵进程。这个礼拜咱先来想，要怎样做一个上帝好的关系哈？做上帝好的关系，因为要了解这个进程，咱要先去想一个问题：教会是什么？我相信这个问题伫讲坛咱的牧师会上提起，相信会友总是嘛清楚，教会毋是个迄个硬的点点伫遐袂叮当的物件，因为教会是有生命。因为教会甲圣甲这个拜堂无共款，因为这个拜堂是要提供教会底下的敬拜来活动来统一，所以教会是上帝所选调一群有活命的基督徒做伙，迄尤其咧讲做是教会，所以互咱先去了解教会是甚物款，因为拄则对圣赛，因为。使徒保罗伊讲出讲，阮遮那是历史的犯人，可能马溜将出一遍，互世界、互天使、互人来看。教会敢若像一遍去共款，所以咱伫遮拢是一个演员，拢是一个演员。咱的使命就是讲要互这遍是演啊真成功，互看的人会得到感动。那边如何？伫遮来参加扮演咱应该的角色，咱来对圣经内面所咱知的，咱大先爱认真拍拼，因为圣经讲，恁要稳跟拍拼，来一来做主的工，因为在恁着我伫主的，毋是空空。认真拍拼伫上帝工，绝对无空空。袂徒劳无功咧，因为上帝纪念，上帝祝福。但是来讲，要这个戏病，这个成功要紧的条件，就爱认真，爱认真拍拼来做主，爱恁做工作，也一种认真拍拼来扮演你好的角色。做牧师来有牧师的角色，做董事有董事的角色，做团契会长、团契会员干部委员的角色，做会友有会友的角色。所以以前我哋牧会教会，我拢会甲因讲，你毋免目睭八金就咧看牧师咧拍拼无，嘛你目睭拍金八金，先去检讨你家己有尽本啊无？因为每一个人做，每一个人爱对上帝来报效，伊个好伊个歹，拢是上帝咧看、咧判断，毋是你咧评价、你咧拍分数。所以要求你家己爱尽本分，常常检讨。我是毋是有尽我的本分、我的角色来扮演？我应该做的，同意我所扮演的角色，来互人得到感动，这较要紧。所以认真拍拼，买逼真，然后爱逼真，就是讲你演什么，就真做什么啦。毋通挂一个名虚有其名，也嘛创啥，家己嘛毋知影。因为先讲恁阵中，恁伫这社会行业的世代出现，那像照光伫因的，那像照光伫因中间。意思讲，上帝选你伫这个时代，这个黑暗的时代，你那像一派光灯，照耀伫这个所在，互众人看见你的存在。因咱即发顶伫这，你对是咱无可能袂看见。无可能无看见。
基督徒出现就是安尼，伫这社会现嘅世代里出现，那像照光灯中间，意思讲你伫中间爱好嘅行为、好嘅见证，通过你嘅所行、你嘅所做来影响上帝，不能在于上帝名。我拄伫南部、中部来甲北部，是跟教育部嘅时，咧教育为了这个问题，中学要开真久，这个看板，迄个看板要调伫什么所在？因为讲，迄个看板而家调下去市政府的这个环保局来甲伊拆掉，来罚钱，免乌比掉咧。所以教育为了这个看板的问题，用偌济时间去开中学的去看所在。不是教会伫过去无真好的这个名声，就讲伫中学的冤家相拍，这个真出名，南部拢听到。所以我做这间教会时，迄个教会有咧办这个社区妈妈教室，是我头咧写伫遐来举办，来照所在咧办这个。有一天，因为迄个拜六下晡，对几点开始有迄个活动，前半点钟是牧师的时间，就是分享伫遐牧师用半点钟时间伫遐来讲圣经的这个上帝话伫遐来勉励遐。那社区的遮人拢是外口拢未信者。教会无几个人无几个参加真少，所以来时这里有一个姊妹，个牧师甲你讲起，讲是来讲你个车袂歹啦因为都市较方便，最近来较方便安尼你咧讲是讲听讲你较早伫中部某教会伫遐嘛袂歹你头尾来车要来这间教会，讲因为我伫基督中间上帝调兵，我来这个所在牧会，伊讲。我来车一个月社咧偌济，薪水用薪水无讲社咧，你的薪水一个月几万块我拢知影。所以你也知讲，一年伊有听见伫讲咧所以对教会对遐外口的姊妹听去教会一寡即个消息拢知影。但我教会较早嘛冤家相拍咧，我听着我实在是足开心。讲教会内底冤家相拍，你嘛拢知影，拢知影。他拢无讲好，拢讲歹。所以第二我来差不多2礼拜，中会办一个传教士牧师的这个在职训练，伫新北头一个华南什么中原啊，说招来所伫遐有一个牧师叫做柯天贤，因过身去，较早义工教的，伊就甲我载去参加。伫遐。介绍我较另外即个主办单的一个牧师熟悉，迄个牧师因过身去，伊讲我来甲你介绍，今日是主办的牧师姓吴我咧吴俊雄牧师咧去介绍我介熟悉，迄个牧师头一句话伊无讲欢迎，也想恭喜伊讲嘛是讲恁的教会要你乱无？讲恁的教会要你乱无咧？就是遐说我。听即句话，到遐社区妈妈教室的姊妹咧讲教会代志时，所以迄礼拜是我讲到了讲这代志。用教会进步，毋是人看看板伫所在做礼拜，内面若无合作冤家，无听心，你个较大个看板都见效。教会要你乱无？甲做中学的人、做会人出去教会，出去外口，若是会友别个教会中学会，恁问你即句是？你有感有这种体面无？你感觉真见笑，真歹势。所以这个真是真大的一个提醒甲检讨。教会像一遍戏，这遍戏毋是无人伫看，有天使有人伫看。要如何通过这遍戏，互人看见耶稣基督看见上帝，完全是对这遍戏内面遐演员。不论主角，不论配角，所以这边上课毋是看主角好演的。你看徛伫边仔，举迄个棍仔徛伫点点无讲的人，迄毋是无要紧的角色，迄嘛是要紧的角色咧。所以讲，这边成功是通过戏边顶顶悬演员，迄个认真敬业、认真拍拼。
才能互即边成功啊！毋是靠什么人，是教会毋是干靠牧师，也毋是干靠中心，毋是干靠会友，是共同拍拼。无论即边是内底什么角色，只要你认真、逼真，将即边因为成功，在你上帝名，这就高久，教会就会进步。搁一人要即边成功，爱听导演的话。因为导演的话是啥？导演是上帝。导演的话记伫啥物？记伫圣经。因为圣经就是剧本，你要安怎做，安怎行。咱做所读圣经，你就如温quyền拍拼，进来做主的工，完成你所导演的角色，互戏边即边成功，安尼已经完成你的使命。上帝名这就高久。爱听上帝话，记着圣经所甲咱讲的，要安尼去做，安尼行。各人就爱互相协调啦。因为圣经讲起，讲咱身躯当作百体，每一个机体有伊的作用，所以百体尽力该人的运动，最主要目的是要互咱的这整个身躯得到长大，得到进步，得到用处。我做讲起，无论你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尽力本能去拍拼，目的要互你整个这个体来得到成功。口的功能、手的功能、目睭、喙拢有伊的功能。你别人讲啊，我脚我今日甲你罢工，我袂行路啊。我若无行，你的手骨落到，你嘛无迄个物件摕袂着啊。我虽然讲，我虽然无叮当，无安尼补的时候，你个较份物件你嘛无得食，你身体嘛袂得到健康啊。所以每一个体有伊的功能，尽各体功能，尽该人的运动，目的就要互这个体来得到长大，得到进步，得到用处。所以上帝互你有你的才华，个人无共款。上帝互你有功德文字，你就通过功德来造就人。上帝互你有迄个疼惜去帮助人，你用你的才华、你的专长去帮助照顾迄个微细的人，互因得到照顾、帮助，得到感动。所以教会整个体中有真侪无共款的集体，有真侪无共的团契，这团契爱互相合作。当然，我做少年团契，我做女生团契、妇团契。我做会长，我尽我本，互这个团起来，得到进步，得到长大，得到用处。但毋是你说要高久家己遐尼高，目的是整个体一教会来得到进步。互咱主人头家得到荣光啊，上帝得到荣光，敢毋是安尼？所以团契活动服侍，毋是要高久家己的命，是要高久基督的命，互咱全体教会得到大大进步。咱了解这个详细了时，咱要如何来做一个上帝好的关键，头一个要紧的因素，爱听上帝，真心真意真性听主的上帝，搁听厝边亲家己，所以迄个听心。听心毋是口号啦，毋是口号，听心这听都爱迄个具体行动。我听上帝，因为这个教会上帝名所设立，这个教会头家是咱上帝，所以你听教会就一直听上帝，因为你若无听上帝，绝对无听教会啊。第二爱听牧者，因为牧者是上帝所抹油来领导咱的教会，引传咱教会，互咱全体会友来共咱拍拼，互这个体长大用处来进步。爱听人亲像家己，这耶稣基督所甲咱讲真要紧的改变啊！但真可惜，真侪教会因为这听讲太久，才变成口号。咱就较早咧讲反攻大陆解救遐可怜的同胞。较早我细汉开始做捌代志的时候，一直有听这口号啊。人讲啊，这个吼话遐久啊，都无道理吼。有啦，到尾有啦，有咧反攻大陆，讲反什么？哦，向你反攻咧，毋是国军咧，毋是军人咧，
拢交遐旅行社咧反攻大陆咧，拢交到旅行社咧反攻大陆，拢旅行社咧办出国、办去中国佚佗安尼吼，拢去遐咧天气迄个所在。所以听心毋是口好，有一间教会起伫迄个山顶咧，听讲要去迄个山顶做咧拜会友吼，真可怜。为什么？讲因为为啥江边甲教会吼，未到礼拜堂吼，到半中都叫雨加去啊。因为遐有雨，足歹雨，老虎伫山迄个山嘛。因为迄礼拜堂去山尾溜，回要去礼拜都经过迄个山爬山去甲你在饭店敬拜上帝。迄个山有雨啊，所以讲要去拜堂遐，拢去有雨加水介些呢吼。所以这人死的时吼，拢去上帝遐，甲上帝咧 complain， 去上帝诉苦啦。用上帝你吼，嘛是要拜托咧吼，阮要教会做礼拜，要敬拜你啊。都未去教会就去帮到去好加时安尼吼，安尼你面子要更对安尼吼，所以甲上帝讲诶，上帝就讲安尼袂使，真正爱解决咧。所以讲派一个天使去甲好讲拜托你吼，下摆若要教人吼，那基督徒毋通教咧，遐信仰所免教，要教遐无信仰所无紧了。伊讲信仰所甲无信仰所有啥物分别啊？有啊，用信仰所的人会发出咧基督的香味，若无信仰所的人无咧香味，无咧香味安尼吼。所以你也评看觅，绝对有迄香味。基督徒有基督的香味啊，用这上好的记号啊，好安尼我知影。所以开始是好了注意啊吼，可能是人是先个评看觅咧，若无咧香味就搞死安尼吼。到尾嘛是共款真是基督徒。强叫好假使嘛袂少吼，这个问题到上海时，所以上帝个切天使去甲好责备。伊讲我同伊讲了去啊，基督徒免教，基督徒有香味啊。迄个好有啊，我有照你的话啊，你来看，我传你看。所以去一个所在吼，一堆的喙唇啊，一堆拢敢喙呢，出拢无。伊讲这就是基督徒我咧骗来骗去，喙唇有香味呢，出拢无。意思讲基督徒还用出去嘴讲尔，听什么嚟嘴啊？基督行为都无啊，所以基督徒来挂一支嘴嘛无得应用上帝咧。所以好讲我照你所在，照你所交代，我遐有味的所在咁留咧，出拢甲食了。伊种基督徒敢一支嘴，你讲这有啥物作用无效？毋敢挂一支嘴，有行为，有举动，有行动，有见证。因为见证人对见证对你行为来表现，活出基督香味，来见证基督是活活耶稣基督。所以真要紧，咱听上帝，毋是干那用咱喙唇听上帝，用你行动，用你行为。佫一个听上帝人伫教会爱用参与奉献，咱常去奉献这奉献就是献钱，其实袂。有人有一个真错误观念，讲教会是完全靠遐好嘅人来经营支持的，这奉献。事实上，你若去了解一间教会进步爱发展毋是讲靠遐少数好嘅人其实伫教会看教会经营发展完全顺序，是遐真有听说人咧奉献，毋是遐好嘅人咧奉献。你若无听上帝，你有好个，你有钱嘛？你会当摕袂出来。一个无听上帝人，伊摕袂出来；一个听神无教，伊嘛献袂出，意顺了。敢是安尼？所以这是金钱奉献呢，但常常真要紧，迄个才华的奉献嘛真重要咧。所以就着讲你的才干你的遐温数咧。因为耶稣讲者，譬如讲有5000、2000、1000个人，为什有领5000、领2000、领1000？一个主人有3个萝卜，一个回5000，一个回2000，一个1000。意思讲，伊的萝卜，伊的才华拢无共款，伊的地位无共款，伊的能力无共款。所以上帝照咱的能力，将你的温数，照你的能力，将遐才华赏赐你，交代你。我若只会当掠10斤的物件，互我10斤，无可能互我100斤、50斤啊！安尼互我第4去。不然你
会才调偌济，上帝互你偌济，真遐去拍拼，人互你2000，各趁2000，互你1000，各趁1000，互你5000，各趁5000，安尼就好啊。因为上帝讲话，你人个趁1万呢，啊，你才趁2000呢。其实上帝伊绝对无讲叫你趁到一个，互你，甲你报答，哦，甲你祝福啦，甲你祝福啦。上帝看你有尽本啊，无即较要紧。像说咱真做一个基督徒，上帝敬选咱，绝对可能无共款的恩赐啦。有个高教册，我有迄个教学经验，有迄个智慧，有迄个才调才华，所以你怕是欢喜出来帮忙注意到来教育这世界，这教生。上帝互我读真清楚，我会当来帮忙在过去问题，这种真好势。所以你过去制度你建立真好，写真清楚，一天两天真清楚时，迄么是可能经，迄个嘛一个才调才华嘛。伫这方面做得好的时，这方面嘛会当应用上帝。所以在座每一件事，咱对上领受，迄个才华无共款，只要尽力本分。你做你应该做的，通过你所做的来应用上帝，来应用教育。伫南部一间教会，我来讲明嘛，大南教会有一个长老姓贵，伊因过生日，有一届我伫南部节目的时阵，基电会派伊来我哋教会底下做见证，咧报告。伊讲伊做部的生理啦，做部的生理，生理毋是讲足好，但是袂歹啦，过得去安尼吼。伊有3个查某囝，这大查某囝今年要联考，联考，这成绩袂偌歹安尼吼，这应该大家可以调，但考了公立出嚟毋知啦。不过，这查某囝嘛，立积一寡学费吼，那毋对去考了私立的吼，较济学费嘛吼，所以有存一寡钱，欠一寡钱要互伊做学费。有一天礼拜了，临时牧师报讲，早起礼拜三要开临时中心会，所以请中职留部来参加这临时的中心会。太太第2年讲，伊先转去，我来开会。开塑料是转去，这个。第2年问今是开什么台？有啥要紧的会临时调开会呢？伊讲吼，咱教会边有一个手艺的吼，爱就说来，安尼，咱想讲有一寡纠纷啦，爱整理，爱像定跳跳，定整理，定征收吼，因为有厝边人你甲咱抗议啊吼，可能是有共请求，会较快，较毋知有一寡纠纷安尼吼，所以迄无真紧来解决会发生问题啊，嘛无见证啦。迄个吼，毋是咱的今年做有算财的，拢无想到工程费估计起出偌济，不多就爱红一偌济安尼吼。所以牧师你报告这个工，这工真要紧，无做袂煞。等于是这长老就甲长老讲，安尼吼无要紧，咱吼有存一寡钱，要甲咱查某囝注册迄个钱咱先给他放，因为教会优先嘛，因为上帝工作摆第一的。因为上帝甲若无迄个是咱的工课，甲放后边，较无要紧安尼吼。所以长老娘嘛真配合啊。所以好的长老嘛，有一个好的长老娘来支持帮助教会需要，所以伊支持伊的先生即款的决定。所以将遐钱先摕放的，来解决目前教会所拄的困难。只啊，这就是摕放的，为什么教会优先嘛？因为上帝摆第一。所以感谢主，这个长老过长老，伊讲吼，迄年联考了时，伊查某囝考了师范大学，所以较早想了真低，要考大学是无简单的，要考大学是无简单的。一般人出面头边坐咧考大学，拢甲放炮，甲欢迎，甲庆祝啊！你看上帝遮尔疼咱，我只有放迄偌济钱，上帝甲咱备办吼。咱查某囝4年的学费拢免的，毕业了是个铁饭碗咧，会教初中咧，较早教初中。所以伫遐，这对父伫遐跪伫涂骹伫遐感谢上帝，主你遮尔听我的教会，听我的家庭，听我的查某囝，奉伊袂了去，但出于你的真心、真实意的听上帝
来奉献，上帝纪念，上帝加倍祝福。奉献嘛，毋是你乒乓，但是我比人较好个。我较早无个前教会，因为迄阵啊时间，迄阵啊还无现在遮尔进步，拍电脑周报拢会，较早无啥周报咧，拢是一个教会日志写过来，遐报告奉献安尼吼。礼拜早起有人伫外口伫收奉献，接受。回来也是就交来，我这1000块，这500块是要感谢现金，也是我是决定现金。伫接受来写起来，该分类写来吼。写伫迄个教会日志内底，我想在座人遮劳动处拢知影吼。写伫遐吼，礼拜报告吼，迄个长老去报告长老，就在讲个头前就提本，早起收奉献收偌济，什么人决定献偌济，啥人看献个，安尼，伫报告大家知影。报告了是礼拜三有一对即个两个中手少年就是在算奉献的钱啦。有一个祝书迄是其中一个祝书的阿叔亲阿叔咧，伊甲某人，我早起吼都献1000块咧，但拄则报告无听到咧。伊讲阿叔有我有听到你报告，有诶你感谢伊1000块咧，伊无听到啦。迄个祝书伊在这毋是心伫想，别人无听到讲我了做无报告咧。若是无报告，无报告是啥？若是无报告，我想要去收倒转去，后礼拜登现。讲若是无报告，我要收倒去咧，后礼拜登现咧。咱奉的时伫遐报告，互人知影毋是？我感觉，所以中出的我真无客气，因为伊个孙仔甲我讲，我若做事做老亏，做就是信主遐尼久安尼。那个无听到，伊家无专心去听报告呢，讲你无听到。若是无报告，后礼拜要登要收转去安尼吼。所以我伫中时我就讲，你做就是真了然，做到呢实是真可怜。我感觉迄个可能1000块，上帝绝对袂感动。所以咱对上帝，一个听上帝的心，通过你的服侍、你的奉献来见证。因为奉献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对上帝表示感恩最大的一款的行为啊。无听主人，伊袂奉献啦，嘛献袂济啦。这是事实。接来咱迄个，做上帝好的当工，毋但袂去爱去传福音。若讲食好无人知，食好斗相报。你也感觉你所信的道理真好，上帝是我上帝，耶稣是咱救主，咱知好是爱将这消息报人知影。因为教会进步是靠你我每一人同心协力。去拍拼做工，互相合作拍拼，教会才进步。毋通你做你，我做我，那呢教会绝对失败。所以你要庆祝圣诞节进程，问通过咱拄则所答那圣经拢印伫咱的手部，你去看清楚。要安怎做好的关系，伫倒上面爱认真拍拼，尽力本分，宣讲的专心宣讲。上头你这在话。你对这个计划去认真拍拼，让你所学在这个方面来影响上帝，不能知上帝是我的上帝。我上线查某孙啊，即摆过小2年，伊较早读幼儿园大班的时，因为教会一届母亲节办一个感恩礼拜，伊讲爱邀请主日学生做参加礼拜。迄礼拜两个要请主日学代表来做见证，所以校长就讲今日咱当时地区主任要联合礼拜有一个见证会，要请咱代表我咧查某孙啊，才大班尔，伊开始讲老师我来，伊来呢阮查某囝真欢喜伊就伫做见证毋像一个人有大班有代表爱是幼儿班代表。甲录音录起来，互我看甲互我看的时候，你头到尾讲无半分钟就落来，讲无半分钟呢就落来。当时我叫伊批评阿咪，你礼拜天早上做什么见证？怎么那么短就下来？伊讲阿公你不知道，伊讲晚上我在睡觉，电灯关掉，我会害怕，真的很害怕，不敢睡。后来我做祷告，求上帝跟人同在。当我记得了时我就唔惊咧，都真好困咧。
证明上帝跟我同在。伊讲做就是见证的，啊，等你甲我翻问讲做就是见证，我感觉做歹势。对对对，做是见证，上帝是我的上帝。虽是鬼鬼啊，听，会能见证上帝，我的上帝特别同在。望主帮助咱，互咱伫各面拢有好的见证。最上的好的情，做以好的同工、好的关系，共同管理咱的教会，伫遮通得进步。咱同心来祈祷。天顶的爸，我的上帝，真多谢你早起因朝阮遮你所听你的教词，来到你的圣殿。伫这周边圣诞节，大家无闲中间，互我毋是干那要庆祝耶稣的诞生，这遮尔伟大的节期以外，阮阁要伫主面前来反省检讨阮家己，阮甲上帝的关系。主你才能听阮，引导阮，帮助阮，竞选出你家己，也无欺骗我的软弱，欢喜，互阮伫你的教会讲出你的同工，你的采用。求你帮助感动阮，会当时时反省阮的信仰、阮的行为，会当伫最面前来做一个你好的关系，共同管理你。这个家庭、大家庭伫这个所在，互你的国方法，互你福音传开伫这个所在，互地球人个一个家庭伫阮的教会，互你祝福阮的教会，甲你的罗卜山同在，帮助，互因有智慧起来领导教会董事会友，热心共同拍拼，做好的关系，互咱教会伫遮能得到进步。阿拉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回应圣诗，圣诗第315首 A 调，温困做工无嫌劳苦。第315首 A 调，温困做工无嫌劳苦。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奉献，请长番的同工。
会众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顶面。教会意向成全正圣道，万民皆祭司。第一点，愿上帝赐阮逐人会当照所受的恩赐，三角服侍，彼此相听，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第二项，为着肢体，但得名，但溺水，热清光，亡灵正受，舍礼会，互以为，临文成，但秀容，苦张伟，黄树琪。林依乐、李碧玲、杜昭、李亚娜、陈怡君、杨志坚、简英志、沈淑慧、王倩如、顾吴文强为族。第三点，为着圣诞节期的逐项有备，为着正圣道伫事工进行的过程，让心意更新而变化，请咱三角来祈祷。主啊，阮将一切所求所想献上伫你的面前，请你听阮有声无声的祈求，看顾保守身躯病痛兄弟姊妹，也恳求你坚固阮所有的事工。现主时，阮要用你所教示的祈祷文，静声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目的带阮离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后周的事工伫周报的头前面，请长番的同工来注意。我来报告教会的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大抗节第二主日，有青色团契甲妇女团契代表来点到第二期的有备信心的蜡烛，当用性命见证主恩，为主来备办道路。第二点，本主日是总会退休牧师、传道师的奉献主日，咱感谢陈牧师带来的信息，愿主看顾保守陈牧师甲牧师娘新生神的健壮。我代表教会来牧师来说多谢。第三点，2025年第一季各团契活动甲服侍安排，请伫12月15号进前提交干事来整理。第四点，大家来注意一下，圣诞节节期的活动的预告。12月15号下晡4点到5点半，社区报佳音要来走访伫大东区的店家，要采报名的制度，邀请会友大家来斗阵来参加。要参加今仔日要截止请要参加的赶紧到柜台甲干事登记请大家较赶紧的因为要安排遮的路线，甲可能店家要备办一寡物件，互大家享用，所以大家报名较紧的。
第二点，12月22号礼拜日，第一点上午9点半圣诞赞美礼拜学堂礼拜，将举办本年度第6摆的圣礼典。若是要受洗爱献圣礼，还是要设立会籍的，请按牧师来报名，来会当互因来安排相关的代志。第二点，下晡2点半圣诞舞会，有对逐工课甲社区的联合欢庆圣诞，请大家邀请福音亲友来参加。第三点，下晡5点半圣诞暗宴甲摸彩，嘛是伫去年迄间马来亚餐厅，欢迎同住家人甲福音亲友到庭参加，嘛是要来登记，额满截止，就是满就，因为这个餐厅只有30度尔，请大家今仔日就赶紧来登记，因为30度满就无啊，大家可能爱先赶紧来登记一下，莫每一摆拢到上后一个礼拜才来登记，安尼真正干事足歹做代志。伊个收费标准是占位的每一人是400块。你若是还袂读国小的人吼，若是你若是爱占位，就是爱交200块。所以你免占位就免拿钱，安尼大家清楚吼。另外是欢迎大家兄弟来提供摸彩，还是礼金，互同工来包装啦，嘛是希望会友较早来缴纳因为安尼干事真正较方便来做代志。团契消息第一点，12月13号拜五上午10点，双年团契伫4楼聚会，要来练习圣诞的歌曲。风的明显若是错误，还是漏交的，请按干事还是会计来纠正。上营圣诗510首，乌老天地主宰，因此线请牧师祝祷，会众请起立。当愿咱大家对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领受圣事的印刷帮助，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绿岛闭会，请到1楼交易。